微軟香港喺5月17號同埋18號連續2日喺旺角朗豪坊舉行 Xbox 360次線打機馬拉松及義賣籌款日，全力為四川大地震災民獻上關懷。喺當日，演藝紅星李珊珊、官恩娜、動漫 Maggie 李萬君、武打巨星范少皇、影壇新星譚俊彥以及人氣新人梁凱迪亦現身會場啊，同玩家一齊打機支持善舉，以響應 Xbox 360今次活動，更加呼籲市民同遊戲玩家支持義賣，為國內同胞伸出援手。今次義賣活動，玩家可以用慈善心意價購買多件 Xbox 360精選遊戲精品、微軟流動沙同埋鍵盤。另外啊，只需捐出善款就可以即時試玩多款 Xbox 360遊戲。結果今次活動籌得不少善款，證明香港遊戲迷啊真係好有善心噶。而全數善款呢將會撥捐救世軍用作賑濟四川大地震之用嘅。